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經文係歌羅西書1章28節，我們傳揚他，是用諸般的智慧，勸誡各人，教導各人，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傳揚主要用諸般嘅智慧，將人帶到神嘅面前。人係複雜嘅組合，有理性，會思想，又有情感，有身體，又有靈魂，有罪性，仲有良心。傳揚福音亦都要對人有充分嘅認識，用諸般嘅智慧，靈活咁勸誡教導。主耶穌同尼哥底母傳福音嘅時候，講到重生。尼哥底母以為可以靠遵守律法討神喜悅，但主耶穌話：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進神嘅國。主耶穌同撒瑪利亞婦人傳福音嘅時候，唔講重生，而係講活水，因為呢位婦人有好多嘅渴求，好似感情、丈夫、錢財、名譽等等。主耶穌話呢啲都唔係佢所需要嘅活水。撒該係幫助羅馬政府欺壓同胞嘅猶太人，冇人鍾意佢，因此主耶穌話佢要去佢嘅屋企作客。表面上係撒該接待主耶穌，其實係主耶穌接納撒該成為神嘅兒女。主耶穌向尼哥底母、撒瑪利亞婦人、撒該傳福音嘅方法都唔一樣，咁樣就係諸般嘅智慧。我哋傳福音嘅時候，求主幫助我哋有諸般嘅智慧，讓人悔改，信福音，成為神嘅兒女。今日嘅經文係歌羅西書1章28節，我們傳揚他，是用諸般的智慧，勸誡各人，教導各人，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今日文章來源中信出版社作者林長元牧師。